来看这台南的小人乡的念面特别起过，这当中上届受人注目的，就是真人的牙钢钉。若是摕到金氏世界纪录，这庙方呢，即马嘛要来申请登录无形文化资产。另外，这届小人乡呢是头摆结合着小人文化园区，来扫出真侪传统民俗活动。 今仔穿无共色水服装，帝国中形象配件，这是台南市立民俗南营五大乡区之一的小人乡区。到时今仔会办做36天宫、72地煞，拢总108个天神星君，要展现传统顶头的文化特色。这嘛正做3年一科，地方民众真期待的重要民俗盛事。囡仔细汉我拢有带伊出来咧看，所以伊最想要参与啦。 要交人安尼互动，讲离顶悬摕物件交人分享啊，会当祈求平安啊。过年期间啊，哇，亚钢钉停在我们的骁龙文化园区，同时让我们很多的小朋友有机会打扮成小神童啊，好让的小朋友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们在地的传统民俗的文化。今年丙午小人乡区5条王石要起过，其中8座精灵亚钢钉专长201.8公尺，目前已经摕到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。庙方讲，今年进一步申请无形文化资产。另外，乡区活动透过甲小人文化园区合作，买设迎春系列活动，初期到初5办真侪亲子活动体验。庙方嘛邀请无共特色的百家种团来表演，互民众通去甲认捌咱本土的文化。 伊个是拢头旗帜辈吼，出自伊一个即个老师出来吼，所以因的比较，因的训练也好，不管是讲伊的表演也好，拢非常有达到一个水准吼，因嘛拢一有通过咱所谓即个文资处所谓即无形文化资产吼，嘛达到咱文化一个推广吼。庙方表示，小人乡过去捌断乡过，民国76年才搁恢复办理。今年乡区对国历3月初5亚钢钉隔平，3月初6至初8进行示警，3月11办消王船仪式，会完整呈现在地信仰的文化底子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